镜头个继续来到屏东的林边，总算呢水退黑的天时个好诶，屏东林边的乡亲总算做得来表收入卡。不过准个位地杯路黑奶，路风也汹涌，民间社团只有用行的到各地内去送物资，不过到乡亲也感觉讲过温暖。林边乡普遍的水退的，居民开始清理家园。我多摆点大洲都开始收涨泡水嘅茶诶。拢泡水车，拢一台拢浸到拢规拢浸到甜甜，规这拢种土啦。投入两片盛后堆满的泡水嘅家具，路面冷把积足行唔得。为做到爱分送物资，在回行的路嘛会行。银行英文蔓延还忙失东西，民间社团投入救灾嘅行列，用灾民嘅心情去感受到灾民嘅需要。我是希望说能把那个他们在资源呢，尽量能进去巷子里面，因为有的巷子里面人都没有吃到。接送嘅期间，我讲安阳啊，然后医院啊，查中管制方便唔方便？冇查检迄个啊，查我都把全部检迄个，一人行嘛冇法度。救灾嘅物资充足，灾民目前还做得到温饱。虽然盆水进强嘅，但系清理家园，居民需要嘅还系水。水，真的这样是水。你有水就可以清啊。昆土茶一茶接顿一茶嘅对方嘅地杯，拖出一台又一台嘅泡水茶，快啲家己一件一件嘅对五个地杯接出来，灾民嘅损失算唔出来。沙期公布栏当中条俾唔系公文，沙系价钱嘅广告。但是做得低压嘅东西，更加从大一条马路当方，灾民感叹唔知还可以救，让做得结束也从噩梦。下架新闻潘成旺屏东报道。